做一个分享，就到遮。拄好到即句啦，迄个先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经过，切勿树压点哀，就到这一段。咱若当要准备呢，就是离这段开始，或许咱搁伫这来继续来分享落去，后首看点钟，看咱各位先生的安怎来做一个大家分享啦以上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们的道路能够弘长以上。感谢连日慈悲贤道之功，分道之功，请坐下。谢谢。